南部有一个算命先的，目睭无快，嘛无固定的单位，40多年来都是靠着卡这个香棒来招人客。即天伊出现伫台南的神话，一大批民众拢总来，路边的顶仔卡排几10个人，就算爱等4点真久嘛甘愿。北投算过乡亲拢讲，伊算甲真准。沿路叫，有人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就知影讲算命先的来啊！有人赶紧走出来甲伊叫，就是要互伊算一个。这次连假期间，伊又搁出现伫台南的生化区，真侪民众围我过来，几10个伫路边的顶仔卡排队等算命，先互民众抽签诗，然后开始改签。伊叫做连西川，目睭会当讲是看无，手点无字天书来解说。你的目睭是安怎看无袂？我是摆在上啊。伊伫拢无固定的单位，就是安尼沿路徛房仔来通知，帮人算命已经有30-40档啊。海拔主那个迄个卜卦啦，卜卦100块尔。有人就是因为好奇，嘛来排队算看嘛。大概差不多3-4个小时啊，2-3个，不晓得，因为听说好像很厉害。就是听说好像蛮准的啊。抽签诗论命运一届是100块，因为无贵，真侪人拢想要来试看卖啊，是毋是有准的？你就在人看，只是讲像安尼沿路叫，帮人算命，这嘛是一个地方的特色。